亲爱的游客朋友们，演出即将开始。为了能让大家更好地欣赏这场精彩的开城仪式，请注意以下安全事项：一，请在演出过程中不要拥挤推搡，不得前往非指定的观看区域，以防意外发生。二，严禁携带易燃、易爆、尖锐物品等危险物品进入现场。三，请照看好身边的老人、儿童和行动不便的人员，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。四，仪式进行期间，切勿随意跑动或穿越表演区域。五，遵守现场秩序，遭遇突发状况，请务必保持镇定，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，有序疏散。六，注意个人财物安全，谨防丢失或被盗。感谢您的配合与支持，祝您在喀什古城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。磊落，奇男子，世界史开第一人。从公元前138年起，张骞奉汉武帝之令2次出使西域。第一次历经13年，克服了路途艰险与重重困难，加强了与西域的联系，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各国友好交往的大门，打通了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，开辟出了一条影响深远的陆上丝绸之路。西汉张骞领皇命，两入西域出使行。喀什成酒凝香情，丝绸之路贯古今。身虽故去数千载，心却未离半刻钟。相聚城门盼乡亲，隔空叙旧反超人。
投笔从容，胆气豪，积功才德换正袍。公元73年，班超奉命出使西域，后任西域都护。他的出使及拥护西域，不仅加强了汉朝对西域的统治，而且对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。他在西域经略30年，其投笔从容、无路虎穴、焉得虎子的精神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。班超投笔西域行，安邦定国报佳音。36人入虎穴，6头火炬匈奴坟。人虽故去数千载，心却未离半刻钟。追随前辈据城门，隔空迎客四海人。给国望侯张大人请安，给定远侯班将军施礼。踏实城中宿，红木踏实风。无论西东汉，俱是踏实人。使者们亮彩，武士们严阵。穿越西去东来的历史天空，上演着一幕幕动人的场景。古丝绸之路孕育的和合与共，温情诉说着一个个和而不同。是谁让激荡创造性包容？是谁让期盼携幸福前行？是文明律动起脚下这块大地的神经，是文明灿烂了头顶这片天空的彩虹。喀什这丝路交通的要冲，喀什这商埠路桥的鹰隼，飞出了新的黎明，北望神州，焕发青春。黄沙大漠，丝路一条，舞起岁月婆娑。记忆的对对普陀，第
叮咚叮咚从这儿走过。那可是在中国老百姓心中活灵活现、幽默风趣的机灵鬼儿。他老是帮着穷人跟权贵斗智斗勇，美谈一箩筐，聪明的没边儿，啥都懂，还热情好客。哟呵，快看，他骑着小毛驴儿来喽！前世有缘定相识，这里碰见看个够。这里的碰见看个够。我骑上这小毛驴，我悠悠把你请到热坑头，热坑头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亲爱的朋友们，你踏实做不住，我来帮你拱住住。我来帮你做。
同体意识的嘱托，从喀什出发，把文明向世界诉说。天边我，五彩云下面一朵，山不看路看一索，古往今来多么多。来吧来吧来吧，它是古城最好歌。来吧来吧来吧，幽默诙谐一起乐。来吧来吧来吧，故意就大声地说，只要它是古城来做客。心中我，细雨明珠在闪烁，西去东来没错过，此刻花雨笔纷落。来吧来吧来吧，它是古城最好歌。来吧来吧来吧，幽默诙谐一起乐。来吧来吧来吧，故意就把声音说，只要它是古城来做客。黄沙离去，古丝之路终于迎来了繁荣的今天。岁月悠悠，丝路文明终于走进了复兴的时代。请跟我来，请跟我来，请跟我来，入城。你来自北方，他来自南疆。亲爱的游客朋友们，我们的开城仪式到此结束。为了保证道路交通